来看伫苗栗消息，苗栗县有一个查甫人，居家检疫已经动到第14天啊！伫个尾暗6点外时出门去巡工场，想要到警方就找上门啊！伊才发现讲，算唔到检疫的时间，就要到午夜半暝12点才算是解禁。提早5点外钟出门，安尼嘛算违规，所以讲有可能会互人罚10万块。苗栗有一位居家检疫的先生，时间还未到，就出门拍走，警方马上去抓人。他计算错误，所以呢，我们将视他的情节来给予做处分。那最低可能会从10万块起跳。伊向卫生局讲，算唔到检疫到期时间。卫生局调查，伊当天伫检疫第14天，下晡6点外出门，离解禁的时间还有5点外钟，居家检疫无完成，所以算违规。是以日期来做计算，那必须到当天午夜的12点过后才叫完整。卫生局强调，居家检疫毋是对入境的时间算起，是等下到指定住所了后的过灯天开始算。第14天的午夜12点了后才是解禁。卖发通知单，顶面拢会写清楚检疫时间。这是苗栗县第6件居家检疫违规开发，嘛是第1件因为稳唔到时间被开发的案例。